蔡政府推动0到6岁国家企业政策，敢若准公共化这5年，得到292亿落去。全国教保产业工会批评政府咧乌白赢钱，钱拢落落去私立业者的落地仔内底。尤其甲托婴中心欠工的问题，共款是拢无解决，根本就无人想要来做。 全国教保产业工会以行动局来考试0到6岁和国家企业政策拢咧压钱，教保人员的劳动环境却拢一直无改善。到现在薪水的所谓的调高，看起来很像是我们的老师薪水有稍微高，但是加班不算钱，中午不能休息，假日加班费也不够。 工会表示，政府推动准公共化政策，不过钱拢去互私立的业者赚去。教保工作者的薪水、福利甲保障拢真少，不过工课时间却真长，情绪甲压力拢真大。最近有针对教保人员的调查显示，3成的人认为有上侪文书甲考核，2成8的人员表示需要配合园方，搁爱满足家长上侪需求，这问题需要改善。比如说像延长托育的时间，那不断要求幼托人员要帮孩子拍照，家长还会要求说，为什么只有拍5张，不是10张？ 教保人员来去，本科系毕业生嘛唔愿意来做。工会对新政府提出建议，包括短期内要将准公共化幼儿园和托婴中心列管，长期应该扩充公共化幼托机构。如果他们有一些违规的情形，可能就要退出准公。教育部回应表示，各县市拢有针对资源名额较不足的所在加设公幼。 因若准公幼的政策实施到今年8月，就进入第3期，到时阵教保人员的薪水就会提悬，师生比例甲退场机制嘛拢有新规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